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好，今天要来看约翰一书4章7到21节。先来看第7节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。那有爱的是上帝的儿女，也认识上帝。那没有爱的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爱。第9节。上帝差他的独子到世上来，使我们借着他的得到生命。上帝用这方法显示他爱我们，这就是爱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而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，赎了我们的罪。第11节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既然上帝那么爱我们，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。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但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。第13节。上帝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，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有他的生命，而他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好，第7节到第13节重点整理。第一个，神的本质就是爱。若没有爱，懂再多，做再多，都是假的。第三个，十字架是神爱的最高证明。第四个，真正的爱必须付上代价。第五个，我们不是自己生出爱，而是回应神的爱。第六个，真正有信仰的一定会反映在怎么对待人。第七个，看不见的神借着看得见的爱被人认出。第14节，天父差他的儿子来做世界的救主，这事我们看见了，也向别人见证。
那公开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，上帝就在他的生命里，他也有上帝的生命。第16节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并且相信上帝爱我们。上帝是爱，那有了爱在他的生命里的人，就是有上帝的生命，而上帝在他的生命里，这样爱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，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能够坦然无惧。我们的确能这样，因为我们在世上有跟基督一样的生命。第18节，有了爱就没有恐惧，完全的爱驱除一切的恐惧，所以那有恐惧的就没有完全的爱，因为恐惧和惩罚是相关联的。第19节，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第14节到第19节真理，基督信仰不是哲学，而是历史中发生过的事。不是你爱得多好，而是你是否活在神的爱里面。神的爱带来的是确，而不是恐惧。有了爱，就不怕或害怕神的审判。没有经历神的爱，就爱不出真正的爱。好，第20节，若有人说我爱上帝，却恨自己的弟兄和姐妹，他就是撒谎的。他既然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或姐妹，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？所以基督这样命令我们，那爱上帝的也必须爱自己的弟兄和姐妹。20节跟21节真理，如果连近在眼前具体可爱的人都不愿意去爱，那对看不见的神的爱很有可能只是个口号。爱神一定会表现在爱人。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改变你怎么对人，那他还没真的进到你的生命里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先爱我们，差遣耶稣拯救我们，求你让我们住在你的爱里，除去惧怕，使我们真心爱神，也实际去爱弟兄姐妹，让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一生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往
爱我们，请再坚强，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月亮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